说到客家人，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字“口”，可是我想我们都搞错了啊！其实客家人再大方不过了。古早那时候的吃法，它是三生汤，要生米、生姜、生茶，再去磨成来吃的，那是古早的吃法。将生茶叶、花生米、黑白芝麻倒进擂钵里一起研磨，直到所有材料都磨碎，发出香味，然后倒入热开水，配上青菜炒过的米。这就是一碗道道地地的客家传统擂茶了。以前祖先他们吃是招待贵客的，都很好的东西。别小看这一碗，不但生津止渴、健胃整肠，更是能强身健骨。不但吃得饱，还能吃得好。你说这么替食用者设想的客家人，怎么能说是小气呢？反倒应该称赞他们能将这么有限的食材变化成这么美味又健康的美食啊！我记得小时候，因为我男孩子，我年纪最小，有时候家里客人来，因为看到客人眼泪就会掉，就从头擂到尾，这个确实是很辛苦的事情。照一下，照好就好。你养一袋雷。孝顺的媳妇生怕累着了年长的阿婆，可是对磨了70年的阿婆来说，这就是她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很多同学到我这边来，老人家从这个厨房里面把这个擂茶端出来之后呢，大部分的同学都不敢喝，极少数喝了大概一下子，他也喝了这么一点，他也就喝不下去。那是因为我自己也觉得也探讨过，大概这个本身这个擂茶颜色上他们因为从厨房里面端出来，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原料做的，所以很难接受。他们现在北埔的做法是请客人自己在擂，那真正擂出来以后，不是这个颜色才是真的很奇怪。原来是七赶饮招待客人的食品，就在有心人士的推广下，成了北埔的特色，口味也由咸变成甜，磨起来也轻松许多。老板还热心地告诉我们，其实以前人都是这样靠着墙角磨，比较省力好磨。如果你还是磨不好的话，没要紧，店家精心磨制研调的擂茶粉，一样香醇营养，而且一样是招待亲朋好友的最佳美食。就是我公公，他身体80几岁，他很虚弱，我就叫那上班的妹妹啊，就说你每天就泡早上10点啊，下午3点就泡一杯给阿公吃啊，半个月就知道了，很明显。只要2个礼拜就能看得出效果，让人吃得饱、睡得好、走路有风、讲话有力，保证纯天然，不含防腐剂。茶呢，就挨抬就穿下来，就放挨蹦穿下来呢，就放挨把穿下来呢，就放挨里头穿来，挨头穿下，就挨孙子就也食，到底下就最好粮食的东西，最好食的东西，对身体啊也挺好，对血管啊、糖尿啊，血压唔会高，养人。有人咧讲40岁干那一杯瓦凉咧，老婆婆都80岁了，某食补某食用，仍然身强体壮，健康的不得了啊！